高雄市美术馆最近呢是咧做这布画的修补工程，也毋过煞甲这画边的树啊，拢甲撤掉，甚至草布嘛刷去到别位，用大粒石头来贴做新的布画。这保育团体就来质疑讲，这款工款的恐惊会来破坏当地的生态。 原地拢是树啊，甲草埔蓝地生态的来规避，现在彩色的水花已经成做一粒一粒的大石头。高雄美术馆园区的来规避，对3月份开始做水花修复工程，因为水花的土流失去，官方经过讨论，用大石头来塔做护花。但是这个做法引起保育团体伫面前大部分质疑，因为树啊草埔地无去，石头卖破坏原本的蓝地生态系统。这款做法会让当地鸟类生态渐渐消失。有接来这运动的民众讲，确实影响真大。中间那一区就是那个鸟类，鹅啊、鸭啊、白鹭鸶都是在那边的窝。以前这边后一大堆的那个鸟啊，什么生态都很棒，可是现在呢，没几只。本来水岸边的森林、水生植物，它会是水鸟很重要的栖地，而且甚至还有萤火虫在那边发现。那现在你弄掉之后，这些生态就不见了。 针对保育团体质疑，高美馆表示，因为时港需求目前水规港价到55公分悬，大石头只是为了保护水花，后续佫会做浅绿甲粗坡，等到工程拢做好了后，规个水规会佫称悬，未看到这个石头。先把大砾石先堆叠起来，到最后我们会有一些中小型的砾石来去做沿岸的一些修饰，然后接着的话就是一个水生植物的种植，最后的话我们希望可以达成护岸。 绿化，然后也提供给我们湿地的这些生态更好的栖息地。保育团体认为，这摆工程会将来规避的水规提悬，那对扣水无帮助，也影响树的生存。高美馆强调，工程按算11月底要完成，因也会参考大家建议做调整。记者郭家祖、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